首先咧就係、我咪開平人，但係我係開平女婿。就其實咧講起咧文化協會啊，或者咧同鄉會咧，其實喺加拿大嘅移民歷史裏面咧，扮演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嘅。嗱，講起我哋華裔移民咧，大批嚟嘅咧，就講翻1858年。有一大批嘅移民喺中國，尤其是南方啊咁樣過嚟做咩啊？掘金。掘完金之後咧揾唔到嘢做，咁啊去到一路咁樣拖下拖，去到1880年開始起華工鐵路。我剛才見到有位朋友係同華工鐵路有關嘅。呢條鐵路咧起咗4年，1884年起完咗之後咧，加拿大政府咧就諗盡辦法點樣趕走呢班人。主要原因咧就係、當時咧。當然係歧視啦，又講呢班朋友咧係唔識英文啊咁，驚佢揾唔到嘢做咁。其實咧你哋又睇到咧加拿大政府咧，其實咧某個程度上咧，佢哋都如果用虛偽個字咧，可能過分咗。但係咧，你知唔知道咧？當時咧起華工鐵路咧，佢本來咧係請主流嘅人咧係俾緊500蚊一年嘅。咁但係咧，佢起咗一段時間之後咧，佢發覺咧，如果佢繼續落去咧，加拿大就會破產。因此咧，佢哋咧就問啲掘完金嗰啲咁樣嘅華裔移民咧，有興趣起鐵路。嗱，我俾你哋250蚊一年，制唔制？原來全部都制，因為個個揾唔到嘢做。咁但係咧起完鐵路咧就諗住趕佢走咯喎。咁就1885年開始啦，咁就人頭稅啦。跟住咧去到1903年嗱，1885年嘅人頭稅咧就50蚊一個人，1903年嘅人頭稅咧係500蚊，係當時兩年嘅人工 before tax， 即係非常之過分嘅。好啦，都仲係咧好多移民咧留低度喎。再過20年之後，1923年就啱咧過咗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咧，開始咧就做一個排華法。咁樣排華法咧維持咗24年，去到1947年咁樣取消咗排華法。大家睇到咧，由1858年去到1947年，89年裏面咧，其實喺加拿大嘅華裔移民咧，其實經歷咗3代，佢哋喺呢度個生活咧非常之艱苦，同埋咧係受盡歧視。但係好彩咧，當時咧開始有啲同鄉會、文化協會，靠佢哋嘅幫助咧，令到呢班移民咧，佢哋開始咧，大家團結起上嚟，咁互相即係介紹工作啦，同埋咧即係有個社交活動啦咁，令到佢哋咧好過啲。但係留低嗰班朋友咧，大部分都係單身，因為佢哋嗰啲家庭成員咧，譬如妻子啊、仔女咧，已經翻咗去中國。咁因此咧喺呢度咧，我今日咧非常之開心 ，Joseph 咧有呢個 idea 咧，成立呢個文化協會。其實開平嘅文化咧，Joseph 剛才都講咗啦，好多碉樓啊，好多食啊，咁呢啲係一個好獨特嘅文化嚟嘅。再加上咧，開平人係好好嘅，因為你睇下我太太唔知，睇個司儀，睇下個會長啦，希望咧，藉着呢個機會咧，呢個咁嘅成立咧，將我哋開平嘅文化帶入去加拿大嘅多元文化裏面，令到我哋嘅加拿大嘅多元文化咧發展得更加漂亮、更加燦爛。Now I'm going to make my speech in English, which I prepared last night. It will take about 50-something minutes, less than 1 hour. But luckily and unfortunately, I forgot to bring my notes. So here, I would like to wish all the best. Have a good summer and all the best. Thank you so much. Now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my greeting, to the committee. Thank you so much. 好，咁我哋請翻Joseph 啦、David 啦、Gloria 啦同 Jacob 啦。係，再一次多謝萬錦嘅區域議員、豪景區域議員帶嚟嘅呢個祝福，多謝 ，thank you。
好咁啊，啱啱何議員都提過一